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是牵着我。大山为我躲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
救命的杖。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救命的杖。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救命的杖。一起来宣告。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海浪之中必不沉落。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相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逆波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把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让我们专注我们的眼目，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放下自己的主权，打开我们的心。今天晚上，让圣灵带着我们，一起来享受今天晚上的敬拜，来享受上帝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刻。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耶稣基督，圣
主，我们的灵要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因着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就要刚强站立；在那风浪之中，我们就要得着平静安稳。所以在一起唱歌的时候，邀请大家，让我们带着信心。如果你愿意举手，就让我们一起举手来唱。我们将最高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从副歌来唱。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哈利路亚！亲爱的父神，帮助我们在这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定睛于你，专注于你。即便我们今天或是过去这个礼拜有许多的劳累，有许多的奔波，有许多还没有完成的事情，但是现在此时此刻，帮助我们能够将自己分别为圣，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聆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靠着主耶稣重新得力，让我们今天能够与主相亲，与主相遇，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得到挑望。我们把自己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按手触摸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我们旁边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是历代志下第32章，我们要从第9节来读到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此后，亚述王西拿基立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亚述王西拿基立如此说：你们倚靠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西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丘坛和祭坛，吩咐犹大与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吗？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吗？
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今天牧师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继续历代志下，是跟西西家王有关啊，是死里逃生的准备。死里逃生的准备，相信很多人都有遭遇很多的危险的时刻。有曾经遇过车祸的，请举手。好，谢谢。有曾经送救护车的，请举手。有坐过救护车的，好，曾经有遇过火灾的，请举手。好，不多。好，如果牧师那有曾经遇过地震的，请举手。好，大家都举手了。好，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人生不晓得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明天还有多久就明天？可能在4个小时，3个多小时就明天了。但是这3小时当中呢，有能把握都不会有任何的意外发生吗？这出电影呢叫做什么？天外奇迹。好，那它的英文叫做 Up。好 ，Up 就很简单。好，一个 Up。这讲到呢，它是从一个小孩子开始。好，这个小孩子呢，带着飞行的梦想，然后呢，长大、结婚、工作、上班，但是呢，他没有小孩。没有小孩，但是他们和他的太太一起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但是他的太太死了，他的人生瞬时怎样？没有任何的目标，没有任何向上的力量，他只能够每天看着他太太的照片，重复同样的位置，然后盯着同样的空间。可是呢，时代在进步，他的房子甚至都被拆掉了。直到呢有一天，这个童子军的小男生来，闯入了他家中，结果呢让他的人生开始燃起不一样的梦想。而我们的人生也有可能因为一成不变，或是因为没有像我们所想象一样，人生可能会被困在一个地方，如同刚才这段经文，西西家王他就被困在耶路撒冷当中，因为亚述王西拿基立来攻打他们。西西家王是谁呢？西西家王是大卫他的第几代呢？每一行都有7代，所以第2行的最后一个是第14代。你能够想象你的14代以后在哪里？哇，真的是太遥远。但是呢，因为他们都抓住这个信仰，所以大卫一路传到西西家，而西西家他成为上帝眼中的好王。因为西西家他虽然不认识他的后代是谁，可是他认识他的祖先是谁。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西西家，他定义不是要学习他的爸爸，因为他的爸爸亚哈斯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把他的哥哥，把他的姐姐还是婴孩的时候就拿去烧掉，献给当地偶像神明。他想起的是他的14代前的祖先大卫，他听到他的祖先大卫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有一个向往，他就有一个梦想，想要 up， 好，就是他的上一代在上一代，他的上一代，追溯到他的祖先的祖先大卫那个时代所做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把利未人、把祭司、把圣殿、把礼拜、把律法，把人民，所有对上帝的心，通通恢复建立起来。但是呢，明天和意外还是意外先来到。有一个国家，在大卫的时代，渐渐削弱，但是到西西家的时代呢，它强大起来，叫做亚述。它从两河流域的地方一路发展，一路的强盛，甚至呢，把整个两河流域都占领，甚至来到了地中海边。然后从地中海边北边亚叙利亚一路往下，压过了北国的以色列，而甚至呢，以色列就败在亚述的手中，又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亚述后来是拿下了埃及，所以耶路撒冷
犹大这个国家呢，对亚述来讲根本就是囊中物囊中物。因为亚述这么强，他从那么远的地方一路打一路杀，都没有能够抵挡他。而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是亚述皇帝的将军，把亚述皇帝的信在城外念给希西家听，说有哪一个神明能够救自己脱离亚述皇帝西拿基立的手呢？这些两河流域的国家，这些叙利亚，这些以色列，都一一沦陷。而耶路撒冷里面的百姓啊，不要再做困兽之斗了，就赶快举手投降吧。但是呢，这个故事呢，却让西拿基立亚述皇帝非常的意外。所以这个事情呢，在20和22节，我们可以看见最危急的时候，希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向上帝祷告，呼求帮助。21节，上帝就差遣了天使，把亚述军队的将领和官长都歼灭了。好，在这里讲的比较简单。好，如果我们读的是列王记或是以赛亚书，上帝在一夜之间就进入到亚述的大军，好，有几十万，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外面全部都围住了。但是上帝一个晚上进去，然后隔天早上的时候，全部的人都死了。好，这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好，之前我们看到约沙法王，他还叫祭司拿号去吹。这一次是大家还在睡觉，好，可能只有希西家王和以赛亚两个人在祷告，大家可能也在祷告或在睡觉。可是天一亮，出去看，怎么静悄悄，全死了。而亚述皇帝就满面羞愧，回到两河流域去，就没有再来攻打耶路撒冷。有一天，他在自己的神庙被自己的亲生儿子给刺杀，所以2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上主救了希西家王和耶路撒冷人民，脱离亚述皇帝西拿基立的手，也脱离其他的仇敌，让他们跟所有邻国和平相处。到底希西家何德何能？希西家到底干了什么好事，让上帝愿意听他的祷告，甚至出手在一夜之间帮他歼灭所有的敌人呢？希西家他为在这个死亡生死存亡的关头当中，竟然能够死里逃生。而希西家到底在这件事情上面，或是这件事情之前，他做了什么事情？好，牧师找了3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件，希西家他能够死里逃生，因为很大的关系，他恢复利未人的呼召。在历代志下29章，让我们看到一个跌破眼镜的事情。希西家当王的时候25岁，好，来问一下25岁有没有在场25岁的，请举手。好，谢谢。好，有25岁，25岁他就当一个国家的王啊。当王的第1年，好，当王的第1年，好，前面他可能有帮他的父亲处理很多的事情，可是他自己当王的第1年，好，就是他爸爸没有当王了之后，他只有16天就恢复中断几年呢？30多年的敬拜。好，这30多年是包括他的爸爸亚哈斯16年。还包括他的阿公约坦16年，好，可能再到他的阿昼，因为他的阿昼叫做乌西雅。乌西雅后来他因为长了大麻风，都没有进去圣殿了，所以30几年来呢，这个圣殿呢，好，是被荒废的，是被搁置的。好，所以亚哈斯甚至还把圣殿里面当作仓库，当作储藏室，好，丢一些其他神明的东西，好，都塞进去在那边。可是希西家怎么做到的呢？29章第17节说，这一项洁净圣殿的工作，好，1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项工作在第1月的第1天开始，到第8天就全部完工，连圣殿的前堂也清除干净。然后他们又工作了8天，到月的第16日。把圣殿预备妥当，好敬拜上帝。只有8天就结束，后面8天是为了要清除圣殿前面的地方，
好，也都要一并的清除。所以只花16天，西西家他就能够恢复圣殿的敬拜。怎么做到的？好，第一个橘色的地方，请大家一起读：恢复利未人的呼召。不是西西家他自己拿扫把，不是西西家他自己去挑砖块去割草，是西西家他先锁定利未人，他把利未人叫来，告诉他们：你们是一批被分别为圣的人，你们要为上帝工作，你们现在要做上帝的工，而且马上就开始。所以8天就把圣殿清理好，后面的8天把圣殿的外面都清理好，第16天他们就准备在圣殿重新奉献，在那边奉献给上帝。从大卫一直到西西家，甚至到最后的西底家，黄色圈起来这4个王，他们是重用利未人的王。好，哪4个人呢？请大家告诉我：大卫、所罗门、西西家，还有呢约西亚。大卫、所罗门、西西家和约西亚这4个王呢，是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知道来重用这一群利未人的王。因为他们重用利未人，所以利未人他们是被分别为圣，而且他们是在上帝的面前是属灵的长子。还有利未人，他们不去工作，他们不去养牛养羊，不去种田，他们就是整天在神的面前服侍。所以这第2行，好，这3件事情，利未人的身份，好，我们再来请大家读一次：利未人是分别为圣，利未人是属灵的长子，利未人是在神面前服侍。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利未人，但是今天我们需不需要分别为圣？如果我们不分别为圣，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我们会把外面的事情都带到上帝的教会，我们会把外面好世俗的都带进来，所以外面的追求的也是教会在追求的，外面在看重的也会变成教会所看重的，因为不知道分别为圣，所以外面可能流行什么，教会就流行什么；外面可能这个夯什么，教会也要跟着夯什么。但是分别为圣不一样，分别为圣是永远以上帝为大，以上帝为中心，不会跟着外面的世界起起伏伏而变动。我们虽然不是利未人，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属灵的长子？我们也是属灵的儿子哦。耶稣他是长子，但是我们是他的弟兄。当我们在属灵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长子。跟你旁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长子。如果她是姐妹，就说你是属灵的长女。长子跟长女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其实，在圣经当中，你看耶稣的族谱也有生到没有生男生的，没有生男生怎么办？就把女生的名字写上去。好，有2个女生的名字就这样被写上去。因为没有生出男生，长子长女好的用意就是他已经继承了，他继承他上一代的，而他接下来就是要活出来，但是他最终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样的继承怎样再交出去，不是就是在他这一代就结束。所以利未人成为属灵的长子，他必须要把上帝给他们的产业祝福传承下去。所以利未人他上班的时间，上班几岁开始上班呢？30岁。好，按照摩西的律法，30岁到几岁退休呢？50岁。那前面1到29岁做什么？如果我们去看民数记，利未人是30岁工作到50岁，50岁他就退休。30岁之前他也不用工作，30到50岁他的工作就是在神面前服侍。那30岁之前他要做什么呢？30岁之前就是他要学习分别为圣，成为属灵的长子，他要认识神哦。所以西西家王他知道利未人的重要性，他一当王的第1个月，好的第1天就开始，他就把利未人都找来，而且马上让他们去洁净恢复圣殿。16天之后，圣殿重启。30多年没有好好在那边礼拜的圣殿，在那边又开始礼拜，他们重新奉献给神。而第2个
西西家王他能够死里逃生，上帝伸手来帮助他歼灭敌人，是他恢复百姓守节的心哦。守什么节呢？好，守逾越节。西西家当王只有半个月，圣殿开始启动敬拜。而西西家当王好的第1年好的前1个月呢，他只用40多天就恢复中断200年以上的逾越节。这是什么事情呢？在犹大历的1月14号就是逾越节，但是前面说他们工作到1月16号，这是犹太历哦，所以已经超过了，他们来不及守逾越节，所以西西家王就和百姓说，我们要补过逾越节在2月14号，所以他们2月14号就邀请大家来过逾越节。而这一次的逾越节呢，号召的对象有谁呢？从30章的25节、26节、27节，犹大的居民、祭司、利未人，还有北国的民众。为什么北国的民众来这边守逾越节呢？因为北国那时候已经被亚述消灭了，北国的国王已经死翘翘了，北国的这些的官员都没有了，所以只有西西家他就写信派人邀请他们也来这边一起守逾越节。当然还有包括定居在以色列、犹大南国的这些外族人，大家一起在逾越节当中很快乐，而耶路撒冷充满喜乐。好，从26节到27节，好，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城充满喜乐，因为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以来，没有过这样的盛事。祭司和利未人祈求上主赐福人民，上帝听见他们的声音，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地方的祷告被听见，因为他们都来守节敬拜神。逾越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犹太人有3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大家说一次：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这些的王当中，有注重节期的王，同样是这4个王。好，我们再念一次他们的名字：大卫、所罗门、西西家、约西亚。其他的王在做什么呢？他们可能搞不清楚什么是逾越节，甚至过节的时候到了，他们也没有要号召带领百姓一起来过节。逾越节代表的是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代表是他们得救。五旬节代表的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的丰收，他们再次得到重生。而住棚节呢，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神的救赎完成，他们要欢喜快乐。这跟我们今天教会呢，虽然今天教会没有逾越节，没有五旬节，没有住棚节，但是今天教会呢，透过这一些的节期，7大节期，让我们明白守节的意义。逾越节代表耶稣的羔羊救赎，所以我们重生，所以那是逾越节。除酵节呢，就是耶稣的罪洗去我们耶稣的血洗去我们的罪。初熟节是在逾越节第3天，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复活节。所以前面的1、2、3，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就是代表耶稣的拯救和复活。而中间的7节，就是复活的第7个7 49天，就是逾越节的49天。它代表呢，就是一个收获，是一个收获，就是那时候是犹太历的收成，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在夏天当中来收成。这边是犹太历的5月，但是呢，大概是我们在西历的7、8月。而后面的3个节期呢，是一连贯的，从吹角节、赎罪日到住棚节，这也是连续的节期。而这代表是人的赎罪，上帝的救赎，而代表住棚。好，所以前面是上帝的拯救，中间是圣灵的充满，后面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好，所以前面3个节我们说一次是耶稣的拯救，中间的7节是圣灵的充满，后面的3个节是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再来。好，所以注重节期的王，我们的拯救，
还有圣灵的更新和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要守的节。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复活节，今天我们透过圣灵降临节，还有透过我们可能在每一年年底，虽然我们没有这个住棚节，但是我们有感恩节、有圣诞节、有待降节，也是在待降。待降节就是等待耶稣降临，不是等待耶稣降生。所以我们很快就要再进入待降节期，在12月1号，今年是12月1号，所以我们欢迎期待耶稣的降临，也是一样注重的这些的节期。所以西西家王他让百姓的1年365天的生活能够重新 order 安排次序，知道怎么样去回想过去他们是如何得救的，而现在他们是如何靠圣灵重生的，将来要怎么样能够预备基督的再来，弥赛亚的再来，这是节期很重要的意义。而第3件，西西家王他能够和他的国民百姓死里逃生，是西西家恢复法律的公信力。这记载在历代志下的第31章。同样在西西家当王的第1年，就是他25岁的时候，他花多久的时间呢？3个月的时间，恢复了什么呢？700年前摩西的律法。这一段经文有点长，所以直接讲重点。这一套律法呢，什么都要遵守，但是他们要奉献，而在这里面呢，就是要奉献当纳的1/10。在所有这些王当中，这些刚才21个王当中，有要求人民奉献1/10的有几个呢？21个，你猜猜看有几个？2个、4个、3个？答案是1个。哪一个呢？就是现在读的这个西西家王。21个王当中，圣经有记载，他和人民一起用11奉献来表达他们对上帝话语的遵守，就只有西西家王做到了。但是呢，其他的很多的王都有，包括读圣经，遵守上帝的话。这些遵守上帝的话呢，有这么多的王，都是圣经里面有提到，他们有遵守上帝的话。但是呢，乌西雅和约坦呢，他们比较弱一点。但是呢，很多的王都有遵守上帝的话。可是呢，能够像西西家带领百姓遵守11奉献的，没有，就只有他。而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奉献呢，从3月开始，礼物就第7节，礼物就不断的进来，多到一个爆炸，堆积如山。3月奉献，4月奉献，5月奉献，6月奉献，7月奉献，这样奉献几个月？3、4、5、6、7，奉献了5个月。这5个月当中，礼物太多了，所以西西家就问：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礼物呢？祭司长就告诉他：因为自从人民开始带礼物圣殿来，我们现在足够有食物了，而且多到有剩，所以是因为上主赐福他的子民。西西家王跟牧师上礼拜分享的乌西雅王很不一样。乌西雅王他做很多的事情，他让国家发展建设，他下乡种田，他也去养牛养羊，挖水井。可是西西家王都把他的精力时间放在安排利未人，安排圣殿，安排百姓要过节，甚至百姓要遵守律法，百姓要恢复奉献这样的事情上面。这是让我们看到他的重点。但是西西家王呢，却能够在这一个危急的时候，上帝救了他，让他从亚述王的手中死里逃生。所以今天牧师信息要在这边用一个结论，就是不是你改变政治，就是政治改变你。你有没有想要改变政治？有没有想要改变社会？有没有想要改变国家？问你自己就好，不用举手。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要去改变社会、改变政治、改变国家，而会发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社会、国家来改变你的生活。今天你的生活能够持续安定，是因为有安定的社会、安定的政治。当哪一天
政治动荡、这个社会不安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像乌克兰，就可能像这一些遇到强人的国家一样，他们的国家就开始陷入在一场的混乱动荡当中。西西家他虽然很注重宗教圣殿当中的事情，但是西西家他也很有政治的能力。我们来看最后3个西西家他怎么在政治上面的成功。第一个，西西家他在圣殿开会29章第4节讲到，西西家做王那年的第1月，就是他刚刚做王的时候，他重新把圣殿的门开了。这个门可能关了20年有，或是关了10几年，30几年都没有好好在里面做礼拜。他重新开门，并且进行修建的工作。第4节，他召集祭司、利未人到圣殿的东院，在那边对他们说：好，我们来说后面的引号的地方，一起来念：你们利未人应该洁净自己，也要洁净你们祖先上帝的圣殿，把一切污秽的东西除去。西西家在那一天当中，他做王的第1个月，一开始的第1天，第1个月份，他就把他们找来开会，说你们不能够再这样子闲没事做。可以帮我换这支麦克风吗？对，你们不能够再这样子闲没事做，你们应该呢要起来承接，洁净自己，也应该要来洁净你们祖先的圣殿。西西家王呢，他要这些的利未人不要忘记你们的身份。这个教会不是只有这些在里面敬拜的祭司，而是他们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西西家他透过开会的方式，让这一群利未人祭司开始活起来，有工作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也是一样，不能够有人在那边忙，有人在那边闲没事做。怎么样让大家都有事情可以做？就是开会。开会的目的不是只有听报告，不是只有听主席发言，不是只有说好主席说什么好我们就去做。开会是让大家都能够分工合作，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一起来完成任务。所以我们要学习开会，学习什么事情透过开会来讨论。而西西家王他为什么能够在16天就恢复圣殿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跟利未人、跟祭司一起来开会。而西西家他在圣殿开会，而西西家他也在王宫来开会。30章、32章，让我们看到西西家遇到国家大事的时候，他在王宫里面来开会。好，所以国家大事是什么呢？当百姓一起过逾越节，而且时间已经超过原来逾越节的时间，所以他们就一起开会说：好，我们要在下一个月延后2月再来庆祝逾越节。西西家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决定，不是他一个人带头做决定，负全部的责任，而是他召集所有的领袖，我们一起来讨论，最后拿出一个共同的决定，大家就一起来遵行。所以为什么在2月份的逾越节，刚才我们圣经有读的那一次的逾越节，超越了前面他的10几个祖先能够过的，甚至追到了所罗门的年代，追到了大卫的年代，是因为开完会之后，大家都同样的 on same page， 在同一页上面，大家都在同样的上面一起来努力，同心合意。所以他们在那次的逾越节当中成功到一个爆炸，他们7天不够，说他们要再花7天继续的庆祝，好，他们要继续的在这当中来庆祝。所以在政治就是众人的事情，我们要去改变政治，我们要去改变社会，我们要去改变现状，我们要先学会跟别人来开会。而开会当中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学习开会的技巧，学习怎么样去沟通，学习怎么样去表达，还有学习怎么样去聆听。好，
很多事情好是用多数决来决定，而这就能够让众人都能够 focus 好在同样的议题上面。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都不 care 啊，你们去开你们的会，好，你们去开，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好啊，要选举，你们去选，我都不管，你们爱选谁就选谁，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对公众的事情冷漠，漠不关心，没有立场，没有表达他的意愿，他就没有他的着力点，他就没有他参与的地方，当然他就闲没事干。所以台语有一句话说做到老官，然后后面呢嫌到老暖，好，什么意思呢？前面的人很辛苦在做工，做到都已经满头大汗，但是旁边的人却怎样？闲没事做啊！你这个不好，你这个太绿了，你这个太蓝了，你这个太冷了，太热了，然后一直闲到嘴甲转破啊，就是口水都喷出来，嫌到老暖，好，就是一直在喷口水就对了。对事情没有帮助，因为他没有一起进来开会。所以我们要学习从西西家王的身上看见政治从开会开始，而每次的开会不要想说我就是来这边坐着，我就是来这边听着，我就是来这边 stand by， 不是，而是你要去表达。所以在长老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会是什么会？和会。然后和会，但是一年就只有开2次，好，一次是选举，一次是报告。但是呢，在这一年当中就不用开会吗？不是，透过什么会？小会。小会是做什么？小会就是所有的长老开会。那开小会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听牧师讲吗？听小会议长说吗？不是，在小会当中，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把你所看见的、看到的、知道的，你要拿出来，好 ，see it and say it。你看到是这个 it， 你就要说出这个 it， 你就要说出来。开会就是透过大家的眼睛，透过大家的嘴巴，好，能够把这些事情状况通通放在桌上，然后把这些桌上的事情整理好，最后就是整理出来的这个结论、议录、议决，就是大家的共识。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好，有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说啊，开会就是没有效率，开会就是啊又烦又重，但是而且又说开会不属灵，属灵的人都怎样？都直接祷告，圣灵告诉我，啪，就是这样。好，圣灵告诉我，我们明年的意向是什么？圣灵告诉我，好，等一下我们就要怎么样？好，都不用开会，多快啊！但是呢，好，会不会圣灵每次说的都对？或是他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正确呢？好，我们会看到，好，不开会呢，好，其实就是会大起，那也会大落。有时候来得快，但是去得更快。为什么长老教会好可以这么久？好，到现在500多年，因为它的整个维持它的运作的方式，就是透过大家的共识。好，所以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人的声音大到可以影响全部的人，而是大家要能够互相的沟通、交换意见。西西家王他在教会的事情、圣殿的事情，好，他开会处理；遇到国家的事情、百姓的事情，他在王宫开会处理。甚至当他遇到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他怎么办呢？开会吗？好，我们来看，好，刚才我们一开始读到了这一节。在前面呢，好，这些的亚述皇帝、将军、使者，用他们的话，人家用台湾为好，外国人跑来这里用台语，好，咖喱骂，好啊，咖喱吵，咖喱教，好，就是讲，就是用你自己的母语来骂你，好，笑你们，好，你们的神不能救你们，甚至喊话恐吓他们，要使他们没有斗志。让他们就是心好都害怕，脚都软了，就只好乖乖的举手投降。这样亚述呢就可以轻易的占领耶路撒冷。亚述呢好是一个相当残忍，好，他们抓到的敌人都怎样？不会留活口。好，他们抓到的敌人呢，好，连那个俘虏人好，他都把它当成烤肉串。
所以亚述他们的这个军队当中有很多的木桩，这木桩是尖尖的，他们抓到的俘虏就怎样，把人就插上去，像你吃的宵夜的一个肉串一样，抓到的俘虏就插上去，就一串一串在那边。所以亚述让人家非常闻风丧胆哦。可是呢，他们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门口，还用这种用这个这个激将法，还是用这种间谍战，让他们心都软了。可是呢，最后西西家却跟这个以赛亚先知，他去哪里呢？去圣殿跟上帝来祷告，呼求帮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西家能够死里逃生呢？西西家能够死里逃生，因为他恢复利未人的呼召，告诉这一群人：你们是属灵的长子，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服侍。牧师今天的这篇信息，我如果拿去楼上的补习班，对楼上的补习班学生这样子讲，你觉得有用吗？或是我拿去对面的学校，或是拿去你的上班的职场，去对你们办公室的同事讲这篇信息，你觉得有用吗？没有用。那我这篇信息要对谁来讲？这篇信息是要对这群利未人来讲，而你们就像是教会的利未人，你们也是上帝所拣选的一群人。你们在教会当中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觉得自己不起眼，不要觉得自己不能做什么，不要觉得自己在教会是可有可无。西西家王的年代，那时候的利未人，他们都已经闲到发慌，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因为圣殿的门都关起来了，他们就不知道可以干什么，只能够读经，自己祷告，自己灵修。但是，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人。好，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人。再对他说，你是属灵的长子，好，是在神面前服侍的人，在神面前服侍的人。牧师期待你看重自己的身份，不要看轻自己。好，即便今天我们都不用利未人这个名称，但是我们依然要有分别为圣的生活，依然要去继承属灵长子的这个产业。上帝把产业祝福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再继续的传下去，传给人，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服侍。如果连我们或是连你们都不服侍，好，那这个教会好就是准备关门，或者这场聚会好就准备关门。在今天的少子化的今天，好，虽然教会还有很多的人在这边聚会，但是年轻人越来越少，所以要恢复利未人的呼召，知道你的身份是不一样的，而不要只有为自己而活。西西家他也恢复百姓守节的心，透过这一批的利未人，透过这一小撮分别为圣、明白自己身份的人，居然引爆整个国家的大复兴。不是只有自己南国引爆，连北国这些难民，他们通通都收留。过8天的节，代表他们要住哪里？都住在耶路撒冷，吃什么、喝什么、睡在什么地方，通通都要有人去替他们打点。好，他们不可能来这边过节8天，每天好来到这边，然后晚上再赶夜路回去到他们的家乡，然后隔天一大早再过来。没有，通通在耶路撒冷过节。所以五旬节那一天，也是犹太人很多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过节，后来才有被圣灵充满，有3000个人受洗，他们凡物共用，因为他们就是要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有一群的利未人，能够影响的整群的百姓，而透过节期，能够让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上帝所调整。而西西家他也恢复法律的公信力，上帝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上帝说奉献，他不会任何的怀疑；上帝说好去服侍，他也不会有任何的犹豫，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透过利未人、祭司还有百姓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信心。在这个节期的连续2个礼拜14天的庆祝之后，圣经记载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们庆祝完节期之后，他们去做什么？通常你过年之后做什么？过完年之后做什么？睡觉，
把你收的红包拿去邮局存，好，去银行存。过完年之后就是要开学，就要上课。可是呢，他们在这2个礼拜的节期之后，圣经说，他们过完节回去之后，他们就去拆除他们各地的偶像。好，我来念给大家听。这一切事完毕之后，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回到犹大城镇，打碎柱像，砍断亚瑟拉的偶像，又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就是北国的地方，遍地把丘坛和祭坛完全拆毁。这是从大卫，其实从南北国分裂之后，没有一个王可以做到把所有的偶像的祭坛、丘坛完全拆毁就只有希西家做到。怎么做到？就是在这个节期当中，每个人都跟神亲近，每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这样的复兴当中，其实是可以从利未人的身上，可以影响到圣殿，影响到王宫，影响到社会，影响到国家，甚至影响到世界。刚才我们读的后面那个一开始读的经文最后一句，当时各国就和平相处因为希西家看重上帝的事情，即便他没有去训练军队，他没有去招兵买马，即便他没有去发展武器，即便他没有去挖防空洞，但是当他遇到最大的战争、最大的危机的时候，他和以赛亚去圣殿跟神祷告，神很快就回应。所以这是希西家。下礼拜我们就不会再讲到历代志，但是我要再补充一个希西家。希西家在他生病的时候，上帝还叫先知以赛亚来告诉他，你病得快要死了，你只剩下没有多久的时间。希西家呢就很难过，跟神祷告，但是呢神就回应他，就让他多活15年的时间。以赛亚来通知他，你快要死了，准备一下，然后走出去。可是希西家就面向墙壁，他就不知道该做什么，面向墙壁跟神祷告。就以赛亚还没有走出去，以赛亚又走回来，说神回应你的祷告，神要再多给你活15年的时间。现在弟兄和姐妹，上帝愿意给我们几个15年呢？上帝愿意给我们多少的时间？多活的这些时间，我们要拿来做什么呢？你的人生的梦想是 up， 还是你的人生的梦想只是坐在原来的家里面，做着同样的事情，坐在同一张沙发椅，看着同样的照片，看着同样的窗户外面，不管外面的世界一样一成不变吗？我相信这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人生。上帝要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抓到气球，能够抓到神，能够被神提升，能够被神所使用。因为当你被神所使用，上帝把你降落在另外一个地方，就会带来那个地方的改变。上帝把你使用，让你停留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带来翻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的人生已经过了50岁，在50岁前，我是22岁大学毕业，然后就先去考神学院，考上之后去当兵，当完兵回来之后呢是25岁，24岁去读神学院，27岁神学院毕业。但是上帝就带着我人生，然后从27岁在台南，30岁来到桃园，后来去到了嘉光，又去到了美国，然后呢又从美国回来的桃园。在每一个人生不同的地方，其实我都知道上帝在抓住我，上帝在带领我。我不知道我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像利未人一样，要分别为圣。当别人都在同样的年纪，24岁的年纪都在做什么呢？当我的同学都在为着他们的工作，为着他们的其他在繁忙的时候，我决定要去考神学院。当同样的年纪退伍，大家都退伍了之后，大家开始要去投履历，开始要去面试上班。那时候我也想要去找工作，但是后来我进入了神学院。当30岁的时候，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分别为圣，你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是一个愿意为神而活，愿意为神做大事的心智，而不是我就只有坐在这边
我就只有在这个空间，我就只能够在这个地方做同样的事情。上帝喜悦我们能够做各样的预备，而上帝也会重用我们，不论我们是不是遇到什么样的意外，或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上帝都会与我们同在。在等一下的分享当中，牧师要希望大家来去思想，我们要怎么样去为将来来预备。我们期待我们的社会、政治、国家是继续这样子下去吗？好，这个最近的新闻，好，这个白色的力量，好，满10周年，白色的力量10周年，带给台湾的社会、国家什么样的进步，什么样的改变？你对这样子的进步、改变满意吗？你觉得不满意吗？若不满意，你该做些什么？而不是只有别人做个劳瓜，我们却在那边无所事事。我们要学习关心众人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开会，学习去跟人家表达、去沟通这些公民应该要有的内涵。我相信你们学的公民课都比我们那个年代的公民课学的还要多，因为我看我女儿他们的公民课本，哇，已经非常的进步。但是你学的这一切，是为了要关心众人的事情。而我也鼓励我们年轻人分别为圣，从2件事情开始。你的同学、同事、朋友没有做的，但是如果你要分别为圣，你要去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读圣经，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祷告。读圣经和祷告代表你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没有读经的生活，没有祷告的生活，你的生活在这世界上跟别人是大同小异。所以你都没有时间好好读圣经。问题是你要把时间分别出来，好好读圣经。你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参加祷告，在祷告当中跟神说话，你要把时间分别出来。因为我们不晓得还有多少个15年，西西家做得很棒，他做得很快，可是上帝要让他提早退休。可是西西家跟神祷告，他不要这么早就退休，他还想要再为神做事情。同样的，我也希望我们每个年轻人，你能够好好把握你的人生，看重自己的身份。你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是一个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你是一个在上帝眼中有价值的人，而你不要看自己平淡无奇，不要看自己的人生枯燥乏味，而是当你真的认识神、遇见神，神就要使用你的生命为他来发光。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祷告以前，我要请问你，你的人生的梦想和理想，有没有邀请神来参与？你人生想要继续一成不变，或是想要不断的有天外奇迹，从神来的奇迹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的神迹不是突然掉下来，是因为平常就有做了很多的努力。西西家在圣殿和以赛亚一起祷告，上帝立马垂听，立刻帮助，是因为西西家前面做了很多的事情，让圣殿恢复圣殿应该有的功能，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我们的人生也需要做很多基本该做的功夫，从认识神、读神的话、跟神祷告来开始。期待每一位年轻人，我们都能够抓紧每一天，学习什么叫做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只有看网红，羡慕这些网络上面 YouTube 上面他们的人生，不要羡慕这些 TikTok 这些
上面的这些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功，其实1年之后、2年之后、几年之后，就算不了什么。这个礼拜最新的 iPhone， 半年之后、几个月之后，就没有那样子的心。让我们可以抓住是永远的上帝，永远的神，能够永远的与他亲近。求上帝也赐福我们，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来认识神。最后，我要邀请大家用这首诗歌点燃对神的热情，用这首诗歌来点燃对神的梦想，让神能够带领我们用信心勇往向前。哈利路亚！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动摇的信心。阿们。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抽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佛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在背，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要宣告神是我们永远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阿们。哈利路亚！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除去我心中除去我所有的怀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佛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哈利路亚！神是我们及时的帮助。困难之中我用仍赞美，然在用祷告来宣告。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边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相信神听你的祷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
难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是的，神听我们祷告，难之中我仍然赞美，逼迫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行在水面，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台上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希望不是只有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信心，是任何的时刻，顺境逆境，甚至是充满绝望的时候，都要对神有信心。求上帝帮助你，帮助我，永远记得西西家王的祷告是来自于他做好各样的准备，每一个准备都是他在做王的第一天、第一年、第一个月，他就尽心尽意尽力的去完成，而神就永远与他同在。愿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在坐下来的时候，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祝福，神永远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神永远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这时候要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感谢耶稣。挺起立，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了这里，为了我们上一个礼拜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献上感谢。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更看重我们利未人的身份，让我们可以真的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定睛向你。主啊，让我们可以更同心合意的来寻求你，将时间跟金钱都为你所用，求你来继续的来看顾我们前方的道路。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来赞美我们的神。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
神，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家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那在今天聚会要结束以前，牧师要邀请大家来学习像西西家王一样，能够在把你最难过、最困难、最不容易的事情，现在这个时候就来跟神祷告，而神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你愿意把你在这个礼拜受到任何的打击、挫折，或是失败，或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缺乏、遇到的困难、遇到的挑战，只要借着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此时此刻用心的向神来祈祷，接下来就看上帝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如何在明天早上，如何在下次张开眼睛的时候，神要为你挪开所有一切的拦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这个时候把我们心中所有的难处，把我们所有的困难，把我们所遭遇的困境或是危机，我们都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这已经超过我们的能力，已经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已经超过我们所能够负荷。但是神在人所不能的，在神你凡事都能。求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垂听我们心中向主所发出的呼喊呐喊，让我们知道你是真神，我们要信靠你，我们要倚靠你，我们要寻求你。我们也愿意像是利未人一样，能够把自己分别为圣，为主所用。愿上帝你的手触摸在每一个将自己分别出来的孩子的身上，让他能够经历神，让他能够经历神的大能，让他能够看见仇敌的失败，仇敌要转身逃跑，让他能够活出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命。求上帝垂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将时间分别为圣，给神所用，能够聆听神的话，也能够对神来说话，能够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Hello， 大家好，我是敏媛，我是嘉庆的组长。Hello， 大家好。好，那今天我想一下，今天有新朋友吗？好像都是熟面孔。好，那我们前后左右的人说欢迎回家，然后下礼拜要再看到你哦。好的。好，那我们就接下来是我们的报告。好，很重要，就是我们嘉南教会第59周年的户外礼拜，对，就是我们的10月13号，其实很近了，在早上的8点到6点的时间。那就是大家有报名参加的举手一下，我看一下，然后缴钱的放下。啊，这些人还要赶快缴钱哦。好，那一个人就400块，非常的便宜。那9月15号记得要缴交，跟你们的组长缴交这样。然后如果有报名退休会加户外礼拜的，就缴交1000块给我们的维恩。维恩在哪里？好，没来。可以给我们的新宇，新宇在哪里？新宇，好，没关系。对，维恩跟新宇，对，可以给他们。好，那等一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Hello， 嗨，好 ，OK， 好，那感谢就是教会非常的贴心哈，有没有看到这个1、2、3、4、5个点？5个点，好，因为呢，就是如果我们所有的大家知道户外礼拜有参与人数有多少个人？570个人，那570个人如果通通都在嘉南教会上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教会非常的用心哈，就是我们有5个点，东南西北，一个是东边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武林高中巨蛋，然后在武林高中，然后南北是阳明公园跟市政例行路的市警局，然后那个嘉南教会是我们的就是中心点，就各这5点，然后上车，那就是请。这5点呢，其实就是离你家最近就可以了，这样。所以这礼拜跟下礼拜，从15号开始跟下礼拜，
的时间，就是可以向你们的小组长去登记，说你要在哪个地点上车。那上车时间统一在7点半的时间，对。然后接下来的后2个礼拜，就是我们的29号及下来的礼拜就会公布我们的就是你上车的路线以及你的那个参会的座位表。对，那请大家都一定要注意，然后一定要向你的小组长登记你要在哪里上车哦。代号是东西南北中哦。对，东西南北中。好，所以也会不会打麻将？东边。东西南北中，东边是哪边？巨蛋。好啊，西边。武林高中，南边阳明公园，好啊，北边是力行路的市警局，好，中间就是迦南教会对面的国泰广场，对，好，所以你在登记的时候，东西南北中好要分清楚。好，大家要记得哦，反正应该会标记一下，对，那大家要记得注意哦，一定要在这礼拜或下礼拜然后登记。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桌球 PK 时间。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的旁边其实有摆设我们的那个桌球桌，在我们的那个在那个叫什么厅？交谊厅。对，那就是会放置桌球桌在那边，所以请你们的周六下午的时间啊，或者是小组时间结束啊，就有这个空闲时间可以来这边一起练习，然后打一下桌球，可以预备我们60周年很大型的培选的运动会的一个活动。好，那接下来就是很重要，就是2024年的初信造就课程，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哦。那2点半到6点半，然后共6周的时间。那据那个立主长老有说，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来参加，所以呢就要把握时间来开。那请想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以及现任的组长啊，请务必都参加这样子。对，那如果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请你就是你要报名的话，可以跟你的小组长说。OK， 那接下来就是小组时间，然后，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有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列出来就是我们在10月6号教会要举行和会选举那我们这次要选4位长老然后10位的执事所以我们有这个长老和执事的资格和推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老的资格有几位好，那前面这几位呢都是曾经担任过长老，李介成长老、李明进长老、洪翠玲长老、陈如山长老、黄志香长老，这5位呢都是曾经担任过长老的长老，所以他们已经退任休息所以他们这次有在备选，好，那另外呢还有几位是因为还有4位是没有担任过长老，但是有长老的资格所以牧师在这边介绍，是我们的丁家硕执事，然后还有王义军执事，那家硕是儿童牧区的同工，义军呢是圣歌队的副队长，那还有才知执事，他当过2任执事，是小组长，然后还有我来按就好了。还有这个敏和，是这个恩典的爸爸，他也担任过3任的执事所以我们要从这几位当中，5位当过长老的，还有4位有资格被选长老的9位当中，我们要选几位？选4位，选出4位长老。好，那接下来呢，执事，执事就是在教会里面在籍有2年以上的，就有资格当执事，但是这样有300多人太多了，所以小会呢有推荐，总共推荐了20名，那经过牧师一一电话联络之后呢，现在有18位，有18位愿意被选，但是没有办法一次介绍，所以我今天先介绍前面的6位这个执事呢，有丁俊伟，他现在是名牌关怀组的同工；朱俊悌，他是敬拜团的团员和团长；还有吴宏哲，是圣歌队的队员，也担任投影的同工；林木桥，是影音组的同工；还有林杰瑜，这个很多青年招待组的组长，高中小组长，青年营总召，现任是青年牧区的投影组组长，儿童牧区的同工，敬拜赞美团的同工，然后还有一位是康德恩，康德恩有担任2任执事小组长，还有名牌关怀组的同工，影音小组的同工所以这6位呢，我再来复习一下，丁俊伟、朱俊悌、
吴洪泽、林木桥、林杰瑜、康德恩。好，那这是其中的1/3。好，那下下礼拜会再介绍另外的6位。好，但是呢，也让我们虽然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好，但是你至少可以透过今天。好，可以去认识。好，那所有的名单呢，我们都公告在教会49号的1楼的地方。好，包括你要去哪边坐车，好，东西南北中也是在49号1楼地方。好，可以直接在那边填写。好，如果不用透过小组长的话，好，所以也请大家能够去登记。好，那如果说你没有报名，570个人你没有报名，你想要去的话，可不可以呢？可以，好，坐9023，好，然后再换捷运，好，然后再坐公车，好，就可以到达淡水这样子，好，或是你要搭火车，好，那但是呢，游览车的部分，好，或是晚餐的部分，好，你可能问看看，好，或是你可以先去问看看还没有备选，好，这个备取，好，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人临时有状况，好所以或许可以还有位置，好，如果你说你想要再报名，好，来不及报名的，好，可以再去去办公室备取这样子。好，那牧师的报告就到这边。好，接下来时间是大家的小组时间。好，那也希望大家除了把场地整理好之后，好，你们等一下吃点心、吃宵夜，好，记得一件事情，好，请把垃圾做分类，好，垃圾要记得分类，好，然后能够把垃圾减少集中，好，能够保持教会的整洁。好，谢谢大家，我们彼此祝福。好，愿神祝福大家平安。很冷，今天冷。